各位同學，今日我想同大家講嘅就係謙和呢兩個字。喺《論語》裏邊有一句說話，就係話君子泰而不驕，小人驕而不泰。孔子將君子同小人呢兩個品格作一個評價。儒家文化裏邊係強調謙和呢兩個字，認為佢係人際交往嘅一個美德。君子就係一啲有修養、胸心廣闊、樂天知命、冇私心雜念、坦然舒泰、遵從正道、問心無愧、心境平和。咁小人呢？小人就係心中缺乏安全感、自信，然之後就浮現一啲驕傲同埋自滿、唯利是圖、斤斤計較。提醒我哋做人要培養開闊嘅胸襟，行事樣樣要光明磊落，唔好為嗰啲名利勞心傷神。與人相處嘅時候要保持謙和，咁自然就會展現自信噶啦。人際交往中無往不利，喺團隊嘅合作裏邊更有利凝聚力量，君子就能夠贏得尊重啦。大家同學要謹記啊！